你家怎么看着较好我？哦，对，大错堂。贤妻呀，你就睡了。贤妻呀，睡了。喂，都好唔通甲我带哦。我知影，我知影。贤妻去呀，我你要来领当伊。我也是叫阮囝去顺顺看看的。有人来甲人偷学行厨，唔通甲人拍，甲人赶走。